淋雨甲网，袂使淋着雨，你会感冒。感冒，伊早讲做感着风邪。咱人毋知伫时开始有安尼个看法，搁亲敢若信仰咧。我无写信斗，因为咱不时拄着上大雨个渡合。到咱捌看过迄出讲人互大狗照顾个电影，咱确定人淋寡雨无要紧，嘛袂轻仔着破病。所以咱今仔日举一支大雨伞，毋过无忝气。干那看迄人来客去个韩国人，人人举咧举雨。老母呢要教囡仔食，囡仔爱自由，搁淋雨成色好耍，无啥爱。咱今日超工淋雨，搁超工毋紧洗身躯换衫，留一身沙网个气味。果然无几分钟，互伊教三位，咱也随拍5-6只。是讲咱毋知这网安怎入来咱房间，昨暗困到半暝，三更天互网夹骹，也互伊吵精神。刷落去要困无遐简单，无通遐紧就落眠。嘛发现水网哪加遐济，到底按倒位来咧？找嘛找无因单，真烦。不二个水网袂甲人教。干那伊生活惯是切互人犯人嫌尔，进前伫拄也是先窗仔拢无看的啊，莫怪因咧唱秋。还阁有足侪细细只个胶纸，毋知按倒浮出来，不时扫来扫去，真使人恶杂。敢会就是安尼，电脑才会开袂起来。咱即2工教伊试，阁也真顺真乖，无食乖乖就好转啊。即阵雨就安尼歹，雨来插滴，出入但是伤伤。网仔米雨嘛入人家厝，走来我个房间，搅乱咱个困眠。头毛捌着水，雨水甲水倒水，超工毋拭毋吹，纱网效果介赞。阁有一位恁知影，网仔顶乱拍。